物，但係我今日拍嘅係一種好細嘅。3、2、1，巨人手工。巨人手工屬於係一種有保護色嘅動物，佢仲會爬牆㗎。我攞架車嚟試下，佢會爬住㗎，可以堅持幾分鐘㗎。呢隻巨人手工屬於自個手工科喎，行下嚟，因為佢係識爬嘅。佢乜嘢都會舐嘅，所以佢舐你啦。而家喺個架車嗰度幾乖。如果喺手度嘅話，佢就會把呢隻手當樹枝一樣。跟住會舐我㗎，就舐我。佢爬咗喺你手度咧，佢就唔喐㗎啦。佢直情咧，如果大個咗，佢直情咧，如果一種好似咁大嘅手工咧，佢可以喺呢隻手度堅持25分鐘嘅唔喐。但係呢段片冇25分鐘出。佢而家係咁舐我。我頭先呢個係我唯一一隻有保護色嘅動物，因為金魚街咧有一個擺展覽嘅。